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家用欣赏。今天呢，中央呢，老师在做居家的重量训练。今天呢，做训练之前一样，相对而且来做一些暖身的一个运动。那我们暖身的运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的时候，前面啊，都有走骨斗，后半面啊，都冇睇走骨斗，所以提一些动作时间，它的名叫齿护，懂吗？简单来讲，撸枪跟毛毛虫有没有？如果可以做一个蠕动前进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我们动作要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一样，两脚打开与肩同宽，之后下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这里啊，大腿后侧一定会很紧，所以你的膝盖可以稍微的微弯，让你的手去贴地，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把手往前走，走到一个平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走回来。那走回来的同时呢，那我们就要慢慢要求，把你的膝盖尽量的去打直，因为我们要把这里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第二，慢慢的去往前走。好，身体伸直之后，再往回，膝盖打直，把这个后面后腿这个部分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3。前面第一下、第二下，你一定会勾狠，慢慢你经过踢3下的时间，如果可是我会放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让肩膀用我们的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施压的部分。好，回来，好，我们再做一次，膝盖打直，手往前走，好，停一下，用身体的重量。去让那个肩膀去做一个施压，慢慢的行规律。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腿会那个，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90度的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两脚打开约90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右手肩膀的下压，同时下压的时候呢，你的左边的腿部跟你的右边的胸椎其实都会做一个伸展。好，我们压个1、2、3，好，上来，1、2、3 ，OK， 来，1、2、3，好，我们换腿，一样两脚90度，现在换左手，手肘到你的膝盖外侧，好，1、2、3，上来，1、2、3，肩膀已经受到了那个我们自身重量的压力，好，去施压，去做一个暖身的部分，胸椎也会有一些拉扯，跟腿的部分也会做一个伸展。好，第3个动作，我们要把我们的肩膀去做一个放松的一个部分，两脚打开，这时候手啊，当做它是没有力，自然的在你的两腿之间去做一个画圈。好，尽量让它有一个无力感的部分。好，我们画个5圈。好，换手。1、2、3、4、好，这3个暖身的一个部分。好，你们大概没做好每一场大家那准老师用下来做完居家重量的一个部分，你先休息一下。身体收起来哦，再准老师来用来做运动哦。等下我会做2个一个运动。之前我有做手部的、胸部的、背部的，臀脚的部分。更加他感言会讲，我要做核心运动，最通俗的核心运动是干嘛？你讲要督实啊，督实你的躯干的中间中心的这个部分，督实一下部分。督实没有分啊，然后你可能我们讲就是腹肌的部分，它有分上面、中间、下面，还有分这个所谓的两侧斜的一个部分一样嘛。你今尾做的单杠风做的重量大下面一定会做啊。好要的上中下做的这个侧边斜，我们讲斜方肌的部分，腹斜肌的部分等没有去锻炼它，所以今日带来的就是可能用弹力带。一样
唔摕路卡像一种灯呢，好，啊无如讲，伊得可以固定的一个地方，啊多时间，啊等最某如讲，你可以做跪姿的部分，哦，你也可以做站立的部分，啊基本应该等落来做跪姿的一个部分，你都拿来灯呢发鱼的把手，啊这个高度呢，基本上我们会找跟你的胸口，哦胸口这个部分是大概的一个水平的一个面。啊，你基本哦，撸臀弹力带绷好来，哦，绷好来。啊，当然，我如讲基本嘅，你弹力带会够强，你的拉力一定会够强，你会够重，拉力会够重。啊，相对性，你的拉力带可以做够重，前面那种灯的啊，还是讲做的，如果请够重的哦，那么多时间我不能绑这哦。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怎样？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准备动作会把那个弹力带拉到，先维持在一定的张力，把弹力带拉到你的胸前。哦，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核心就会出力，做嘛？因为弹力带会有的力量，那你要抵抗它。你看弹力带现在会帮你拉回去，那你现在把它拉到你胸前有张力的时候，哦，这时候你一定会用你的手啦、核心的力量去 hold 住它，因为你不要让它拉回去。所以你把它 hold 住 ，hold 在这边。这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往前推的一个动作。好，胸口你就水平的往前推。好，再回来在胸口前面。那这个部分呢，你越推出去，离你身体越远，弹力带给你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哦，这就是一个力矩的那个嘛，一个道理。你不会收回来，你的力矩是短的。所以你的压力、抗力不会那么大，那你慢慢的，你的力矩越来越长，相对性的，你会用勾胎的力量去对这个弹力带去做一定的一个抵抗的一个部分。好，压时间，等落来做12下，好，1、2、3，好，动作上你可以放慢。4、你要抵抗它哦，不要被它拉回去哦。6、7，核心就要出力了哦。8、9、10、11、12。好，喘口气。我压在周围左边的部分，好，左边的部分。当然多时间，我可能压偏周围，给偏某一周啊。哦，这时候你就感受到，你如果这个弹力带强度够，还是你的身体的压力。对抗的那个肌力够的话，你其实紧加入微微的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度啊。你给它做另外那一边，你撸臀弹力带绑下来，当喺摕撸卡咯，可能唔是像老师安尼绑来绑去，问题是安尼根本因为录影的关系，都要绑。好，一样绑好之后，好，我们踩跪姿的部分，弹力带拉到一个有张力的部分。哦，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感受到，你开始在抵抗它了，你不能把它拉回去了。我们一样12下，1、2，我们手不用伸得太直，我们还是保持有微微的个弯度在那边。3、7、6、7、8、9、10、11、12。好，喘口气。
哦，那就是左边、右边，我们都要照顾到我们的身体。你不可能让他只有做到左边，右边不做。哦，也另外等给他弹力带水平的一个抗力的一个运动。后来呢，刚刚人做会的也会铺分，那我们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一个旋转的部分。我们的轨道重训啊，都是在做所谓的推、拉，或者是蹲啊，或者是在往上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身体啊，你看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斜面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要铺分，你才这个故意。所以可能大家会做一个所谓的叫俄罗斯的一个转体。那这个也有所谓的强度的轻重的一个做法。并不应该等如像坐姿坐着啊，脚跟你可以就轻触在地上啊，这时候你的上半身微微的向后倾。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张力，这时候你要督实核心啊，一定会出力。压时间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转体的部分。先转到左边，再右边，回来，左边，右边。就这个部分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训练。那当然，你这时候空手的部分、徒手部分有做了，这时候你可以拿有一个重量的部分来去做，一样，我们脚还是可以暂时的先放在地上。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那你现在身体呢有在向后倒的一个角度，此时此刻你的核心就不断的在出力。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如果要加强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拿了负重之外，我们脚可以现在上提，你可以交叉，只要好做这样就好了。交叉，像我们靠着屁股，提手啊提提奶后，压时间啦，如底的你的平衡感一定要在一扭倒来，要么你可能会向后倒，或是向前倾这样子。有没有空用？把脚抬起来，这个腹部核心在出力。左边、右边，这样持续的在做运动。左边、右边，你勾着，有些人可能会不舒服，那你怎么样？如抬起来就好了。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轻松一点的试点着地，去做这个转体 A 训练。徒手的话，要增加强度，你可以拿负重，之后脚可以抬起来，只有屁股坐着，那这个就是比较高阶一点的俄罗斯转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基本上，能做要核心运动的时间，高量的用弹力带做，用要的负重的俄罗斯，照顾我们的斜面的一个部分、转体部分的训练。那我们讲，你核心，你敢讲，你核心呢不稳定啊。如果你的重量再怎么重，或者是你练得再怎么好，但是你核心是空的，它没有力量的话，那相对性的，你今天有的时候在做一些动作的实践，不管讲走路卡在 set， 还是讲真的有在运动，你看核心呢不够强，相对性你的身体啊就会有不够的稳定度在那边。他讲应该会听那个，唔免讲太都市的人，核心都冇力道；唔免讲6块肌有的人，核心都够有力道。所以一部分有安尼够正确观念，你自家伫在讲人家核心的力量在哪里？那核心是得最重要的一个运动之一，也可以协助你的其他的动作的一个稳定性，跟你其他的一些稳定运动表现的一个发展。所以基本上大概也没做唔会差。希望要两个动作放到你自己的菜单里面，每礼拜定期的时间来做。基本上大概做唔会差，先休息一下。